地政總署要求南區7間豪宅清拆大閘嘅限期喺星期三屆滿，但係石澳呢度仲見到好多豪宅公然違抗清拆令，其中中建企業主席許世芬名下嘅大閘原封不動。記者就打開閘門，採訪車駛入未見有人阻止，但係可以見到佔用嘅地方都唔細。而另一間屬於九倉集團主席吳光正嘅大宅，道閘就打開咗。當屋內嘅工人發現我哋之後，就有2隻狗走出嚟向住記者狂吠。但喺石澳呢度好多大宅嘅閘門都未清拆㗎，但係見到啲嘅大宅咧，好似呢度咁樣咧，已經清拆得七七八八㗎啦。亦都有職員表示咧，已經向政府申請咗7日嘅延期，基於安全嘅理由，都叫我哋冇入去。我哋向發展局查詢清拆大閘嘅限期屆滿之後，當局會唔會採取執法嘅行動？發展局發言人就回應話，會實地視察之後徵詢法律嘅意見。而有立法會議員就話，政府係要依足程序執法。當然執法嘅過程咧，只要佢係跟足嗰個程序去做啦，而唔會話容讓嗰啲屋主啊喺不申請臨時租約或者又不去買埋嗰個官地嘅情況下，俾佢繼續霸咧，當然係唔得啦。佢亦都話，如果業主都係唔肯拆嘅話，政府可以揾人去拆咗先，之後向屋主追討返費用。地政總署係喺今個月13號向港島南區嘅石澳道同埋淺水灣道，其中6名富豪嘅7間獨立屋涉嫌違反地契條款，擅自喺通往獨立屋嘅行車通道加建大閘。署方要求佢哋喺2星期內清拆，限期喺星期三結束。香港寬頻電視記者袁俊豪報導。